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6月30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行政院通过补助私立大学学生的注册钱，当年补助35000块，按算每年2月施行。有高中生就认为讲，有补助了后，无的确就会去选较好的私立大学，因为无经济限制，就免一定爱读公立啊。行政院议会决定通过有限公私立学校学杂费差距甲配套措施方案。伫大学方面，会补助私立大专院校学生学杂费当年补助3.5万，甲扩大公私立大专就业补助方案，要强化落实教育平权。咱的台湾囡仔从0到22岁都得到国家的养育栽培，我们努力来缩短教育的城乡落差、经济落差。他每一年负担的学杂费，其实是比公立学校学生多将近5万块钱。内容除了私立大专生学杂费当年补助3.5万，家庭年所得70万以下的学生，无分公私立减免学杂费2万，也增加家庭年所得70至90万的学生，减免学杂费1.5万。若符合条件上侪，会当年减5.5万学杂费。就学贷款部分，毋若放款新台底限价利息还款的时，会当原缴本息，只缴利息无限本，由8摆增加到12摆，原缴本息底限也放款到6个月，收入无达到5万。如果没有补助的话，我不会把私立放在选择里面。有的话或许会比较可以选那种好的私立大学。有些人他们念公立是因为家庭因素，他没办法念私立学校。对于想走职科但家里没有这么多经费可以念私立学校的人，或许对他们就比较有帮助。即摆有限差距1+3方案，预计明年2月也就是110年学年度后学期实施，总预算逾过219亿。教育部强调，会由行政院额外编列预算，由政府专属指引所需要的经费，被影响现有教育预算，更加被增加学校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通过私立大学注册钱的补助方案，若高中高职的学生嘛全部改做无限条件拢免学费。而且嘛改善学费贷款甲行政的措施，希望减少学生甲家长的负担，达成教育平权。布置活动会场，希望会当表现出活动的 NGO 团体真侪年来照顾弱势家庭囡仔的辛苦过程。本身是单亲家庭的杜玲，甲伊的小弟拢捌排过学贷，伊知影其中的辛苦，所以毕业了后做公益服务，帮助需要到山间的囡仔。更好吧，就是我们也期盼，就是有更多孩子们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件事情不会来得太晚，因为还是有很多需要就是学杂费减免的家庭。听到政府要全面落实高中职学生囡仔免学费，减轻私立大学生学费的压力，伊一直讲实在真好。政府为着全面落实高中职学生囡仔免学费，为即卖高职甲高中家庭年所得148万以下，放宽到全国高中职学生囡仔免学费。针对高中免学费、全面免学费的这部分的，可以有多帮助11万多的学生，总共的经费大概是26亿左右，会以外加这个专案的经费持续性的来增加。学生团体认为，安尼当互学生囡仔有更加公平合理的受教机会，嘛呼吁教育部爱注意高中职加教的各种项目收费，一定要严格执法。教育部应该也要来落实说，我们其实各个县市在相关费用，譬如说像冷气费都有相关的规定，是不能超过一定的上限。像没有落实，很多的学校还是在收超额的费用。另外，学贷的精进措施，新大学生家庭年所得120万以下，也是年所得148万以下，而且有2个子女，也是有3个以上子女，无家庭年所得限制，在学期间拢免付利息，嘛放宽学贷还款慢交本金利息，加交利息无成本，会当申请12届，申请的条件放宽到每个月收入较无5万块，希望透过真侪种措施减轻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北邦桥的连锁幼稚园逼出饲药风波，到今已经过月啊。新北地检署昨公布36个囡仔头毛检验的结果，拢无验到巴比妥这款药物。新北市府表示，用科学证明，让社会安心。不过，目前这个案件，检方是要搁咧调查。会觉得对家长很抱歉吗？
检验进程是大动作超吹，甲细皮园长在内拢带转去，因为新北市邦桥一间幼稚园是逼出疑似饲药案引起风波，都有家长感觉真奇怪，代志发生1个月外月，囡仔头中的检验拿未出来。大概是已经快50天了吧，我还在等待验到的结果。但是验好需要这么久吗？我们就是一个问号。目前已经有36个家长提告，新北地检署讲，对5月底开始，已经采检36个囡仔的头鬃，嘛请调查局用上诉件来处理。而到下晡，总算是对外公布检验的结果，全数拢无检出巴比妥，也是苯二氮平这药啊成分的反应。36名幼童的毛发都没有检出有巴比妥类的药物以及苯二氮平类的这个药物部分幼童有验出有一些药物的反应，但是这些药物都是一些常见的感冒药的这个成分这摆采验用的头鬃的长度，检方讲会当去看半年来食药的情形，因为检验是用2阶段的质谱分析，准确性是真悬，没有假阳性也是弱阳性这种问题。新北市政府回应讲，科学真相出来啊，让社会一个安心，让家长和老师都会当莫个烦恼。除了饲药争议，幼稚园嘛防指控不当管教等等。虽然讲头鬃的检验出来啊，司法调查结束进程，相关的事实检方拢搁在厘清。外出专案阁一直在烧，采验的结果嘛，阁一摆变作政党攻防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邦桥幼稚园饲药案件，36个囡仔头毛拢无验到禁药。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都是政治人物乌白说话造乌，制造社会冲突，害家长对老师袂信任。那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新北市府应该公开所有的资料，建立幼稚园甲家长的信任。在幼儿园的事件发生以后，那新北市政府做了裁罚，甚至把幼儿园撤照，把所有的其他的幼童安置到这个其他的幼儿园去。那我想这应该把所有的资料都摊在阳光下，才能够建立起幼儿园跟家长的信赖，同时也能够保护孩童的健康。那侯友宜办公室是要求赖清德的阵营爱伫24点钟内回实例，若无会甲赖清德阁有新北市议员戴伟山提告个因家长诽谤。来看捌发生性教育的争议，进前驻守伫内吉利亚的公司杨文生，互定界法院判修职1档了后，即马阁互检方查出，伊伫咧驻外期间涉嫌诈领馆长的交际费，大概是代票15000块。检方即马是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甲伊提起公诉。几年前，因为新冠疫情，咱外交部关乎外国税案，迄个时阵担任内吉利亚公司杨文生真侪届代表翕相，即马说涉嫌贪污，29号检方起诉。检察官调查结果认为，杨姓被告诈领馆长交际费美金483元，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罪，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经依法提起公诉。检方发现杨文生为2018年开始派驻内国期间，将私人的支出报公上，使用办公室的电脑假造无实在参会人客名单，制造应酬的假象，清领馆长交际费，核销甲厝的人食饭的开销，误解诈领新台票差不多15000。因为考虑伊缴费不法所得情况是属有较轻，所以建请减轻伊的刑度。不过伊的证据毋若一件。去年3月，杨文生就互人指控2018年的时阵，伫职务宿舍甲住处女清洁工发生性交易，互监察院弹劾。定界法院审理了后，也认定伊扰乱长官部属的特殊，言行无准则，判伊休职1年。即马Me Too风波，咱驻外馆阁是一直互人逼扛性骚扰。敬忠职守，报效国家。驻台代表曾锡汉也互人指控性骚扰代表处的女秘书已经请辞核准，驻菲代表齐培勇也好亲像强揽强禁女秘书，互人改职调查。外交系统性骚扰一直逼，行政院29邀请学者针对机关首长性骚扰防治专题演讲，精进性平作为。各首长、政务人员及各主管、高阶人员务必以身作则，确实营造性别友善的职场环境，并将各机关办理相关防治工作纳入人事业务的绩效考核项目中。
行政院坦白讲，即马的公权力对被害人保护无周全，有关性平3法修法草案一定7月中通过，送到立法院新会期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铁路警察分局一个细路警察，嘛有兼咧做摄影师，毋过有3个马道出面指控伊共性骚扰，毋若甲因军队，更威胁讲要共台。警方表示已经依法送办，嘛有甲这个警察调离开台中。伫咧网络顶放正侪马道外翕的相片，翕上的拢是一位警察，这位一个铁路警察台中分局的4路的警察，兼伫咧做外翕的摄影师。29号3位马道出面指控，讲伊伫咧翕相之前，拢会讲家己是警察，得到对方的信任，结果有机会现场或者是用同性软体性骚扰、群众骚扰、讲话恐吓，甚至威胁讲会杀人。觉得很可怕，就是怎么会有人直接跟模特说：“哦，我想拍你内裤。”想说要杀人，然后说要杀我，这样就是有指名道姓的那种。他以约拍的名义要求我去他家睡觉，我觉得不妥，拒绝后他就对我情绪勒索，一直说他有老婆，不会对我怎样，不去他家睡就是不信任他。这位新罗的警察，2015年不因为协助老大人伫咧并交多脱困，被媒体形容是正义的软警。不过，即马互外翕的马道指控性骚扰，铁路警察台中分局讲，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已经对这位警察依法告解，移送行政厅处调离台中。经调查，已经对该员警依法告诫、移送，给予行政惩处，调整调离开台中地区，列为辅导对象。并持续约束该员警不要再有违法违纪，还有任何跟骚、性骚的情事。警方强调，已经把4路的警察列作辅导对象，并且约束其唔通再有违纪的行为。3位马道表示，受到迷途运动影响，决定告这位4路的警察，并且站出来讲，防止更加侪人被骗，也呼吁有其他受害者也勇敢站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有受害者出面指控律师李怀龙对伊骹内手内性骚扰，不过亲像医生、律师、建筑师等等，可能拢是因家己做头家，受害者无地指控。有立委就呼吁这寡行业的6大工会，若准会员有牵涉性骚扰等等的问题，都爱调查，情形严重嘛爱处罚，唔通暗砍。因为我自己身为单亲，我也会怕影响到我的家人。讲到红性骚扰，却因为烦恼厝的人互牵连，捌讲甲后甜，性骚扰争议不断。受害者黄小姐指控律师李怀龙宽恕性骚扰，讲捌因为向李怀龙询问法律问题，为了感谢斗3工答应食暗顿，饭后去东海大厦散步。李怀龙真侪摆想要甲牵手揽腰，佫真侪摆言语性骚扰，对话记录佫有性暗示的消息。我当时身体不断在闪躲，他却仍然坚持要搂过来，次数多达数十次。他说：“刚刚搂你腰的，你闪躲的样子还蛮可爱有趣的。”我可能是追求黄小姐的过程当中，让黄小姐感到不快。那后来黄小姐说明她的不快之后，我立即道歉。黄小姐要求台北律师公会甲李怀龙任职的律师事务所拢应该调查，尤其专业人士家己职业本身就是雇主，恐惊互受害者无所在求助。立委就律师会计师、医师等律师公会站出来，扩大性骚扰申诉机制的适用范围，针对涉嫌性骚扰的公会会员展开伦理调查，情况严重的爱处罚。那我们公会在去年就有成立一个性平的委员会，受害者都不敢讲出来，最辛苦的就是没有人陪伴。台南市政府体育局发生性骚扰案，有国展官员骚扰女部属，要求市政府调查清楚。体育局1礼拜前嘛启动性平委员会调查，被害人佫透过律师公开亲手写的批。他知道体制对被害人非常的不公平，所以他希望大家努力活到有光照过去的时候。自从接到这个讯息之后啊，其实就已经送性平委员会在做相关的调查。台南市政府表示，会听候调查结果，才决定安怎处理。检举人若有任何需要协助，市政府原来会尊重检举人的意愿，予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阵风势偏南风，为今仔日开始连续3日天气拢无稳定，过昼会落雷公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开始透偏南风，水气较高，一直到礼拜天气拢无稳定。这方面的南部会落短暂雨。各地头爱细致，过昼会有4呐，向向向雷公雨。
另外，温度方面，天气同款正烧热，高温平均35度。台北市柑仔湿灯号，温度上悬有可能升到36度。那台中、台南、花莲、台东八县市是黄色灯号。提醒观众朋友出门就要注意，莫曝日曝伤久，才啉水预防着沙。来看玉山国家公园，伫咧5日节连假期间，有真侪人去爬山行踏。不过，煞有一寡民众是直接甲露营车驶去找位乌白洞，伫咧山顶煮物件，粪扫嘛乱弹，佮野米下鸟仔来要甲翕相。有关处已经公布检举的相片，强调讲会依法开罚单。玉山塔塔加出名风景点夫妻树头前停2台露营车，震撼的行为拢互民众翕落来检举。另外一边路边的山坪木瓜甲山野皮弹规涂骹，也有人伫涂骹野米，是为着翕鸟仔来食米。5日节连假期间，爬山的人乌白蓝衫做，造成真侪乱象。民众都乱丢垃圾，有造成环境的破坏，还有撒米，然后为了拍照，然后为了上传脸书，我觉得这个都会影响生态。立一些牌子啊，才让人家才可以就是比较好，比较遵守法令这样子啊，不然这样对环境上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另外，包括游客伫停车场摆放桌仔椅啊、泡茶煮食的，也有动物去食到咱人留落来的卫生纸，互民众化工实在看袂落去。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直接甲检举相片打上网络，呼吁游客爱自律，饲鸟仔露营、煮食，这拢是袂使的行为，会当依照国家公园管理法罚3000以下罚款。喂食动物、露营，或是水煮，或是摆桌椅。一旦发生，我们会予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我们呼吁民众要遵守国家公园相关的规定。开放山林，互民众挖近大自然，毋过环境生态山规的牺牲。有关处强调，塔塔遮有规划户外煮食的所在，嘛有指定的停车休闲地点。未来假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游客念听会罚。未来原来规划停车收费，以免互民众长期占用的乱象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环保署修法加重美食改装车侧饮违规的罚款。头一届违规罚款有关到6000块，若准伫美食烂早发现侧饮超磅，会直接罚3600块。来看联合报，8月开始，公部门等等的备类对象，若袂当提供塑胶类的免洗碗池，生物通分解的这款材料做的免洗碗池嘛袂当，违规者罚1200块到6000块。来看中国时报。今年3月，因为欠卵，农委会启动专案进口。不过，这阵本土卵产量较有够，而且进口卵的品质一直出问题，买的人变少。农委会统计，目前库存尚无800万粒，专案进口会维持到明年6月。来看食药署公布新北市双河2项的鸭卵，有屏东县李港乡农会超市的鹅鸭。验出会引起癌症的禁药乃卡巴精，佮有抗疽力这2种药品，已经依法罚3万块。业者表示，鸭卵是拢是大瓜来的，应该是养殖场的饲料出问题。各种鱼货放伫货架，民众是更加真详细，希望甲上市的鱼买转去。但是屏东县李港乡的农会超市进前卖鹅仔鱼，可是药师是验出应该是袂当检出的复原性抗疽力，这批有问题的鱼货已经拢总互摕倒来回收。查到来源是嘉东乡的一个养殖户。同批产品并已令业者下架回收，不得贩售。本府将加强市面上鲜鱼产品稽查。另外，这间伫新北市中和的双河2项，下晡铁门是拢拖落来，因卖鸭卵进前同款互验出有袂当检出的药物饲料添加剂乃卡巴剂。2项的张老板嘛真无奈，伊讲家己卖的卵嘛是公挂的，问题是出伫养殖场。说产地饲料出问题啦，产地养鸭的说那个是饲料厂商出问题啦。
反正我们就是追溯源头嘛。肉的话，它是可以有停药期，但是药代谢完就可以。但是蛋里面不得残留，蛋它天天会下，所以这种就是不准用的。意思讲，奶靠巴这虽然是合法，会当加伫鸡鸭的饲料内面来预防球糖症，但是伊伫鸡肉、鸭肉的残留量是袂当比0.2 ppm 搁较济，两片的部分应该是袂当检出。奶卡巴金在动物实验会影响那个胎儿骨骼的发展。民众如果体质敏感，吃到鸭蛋中有奶卡巴金的话，它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例如皮肤长荨麻疹。食药署已经依法拢罚3万块，屏东县政府嘛启动预防性的闪动管制措施。伫后摆出货进前，一定要经过完整的抽验，拢总无问题，才当解除管制来出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总统普丁拜三伫罗西亚南部见支持者，这嘛是瓦格纳佣兵集团兵变了后，普丁头一届出现伫公开活动，秘书是要拍破政权无稳定的谣言。另外，针对普丁的权力敢受到影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目前也是真歹讲，而且拜登嘛阁讲唔对话，伊甲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讲做是伊拉克战争。好大声化的强烈支持者包围俄罗斯总统普廷拜三暗到俄国上南边的城市，伫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吉尔宾特访问，甲官方国的几百位支持者见面。这次自从俄国的佣兵集团瓦格纳发生兵变了，普廷第一遍参加公开活动，伫画面上甲热情的民众亲切互动，敢若是要回应外界有关于政权无稳定的传言。参访期间，普廷甲达吉斯坦的领导人梅利科夫见面，特别强调伊相信民众的支持。梅利科夫也对普廷正普塔，讲所有民众拢相信伊伫兵变期间所有的决定。不过，西方国家甲媒体拢评论，瓦格纳的兵变虽然无成功，不过已经明显减弱普廷的领导权威。美国总统拜登拜三也和记者问讲，普廷政权是不是拄到威胁？ It's hard to tell, but he's clearly losing the war in Iraq. He's losing the war at home, and he has become a bit of a pariah around the world. And it's not just NATO. It's not just the European Union. It's Japan. It's 40 nations. 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并无受到叛变的影响，持续停来。拜日俄军轰炸乌东一间餐厅，造成真侪平民死伤，目前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包括3个囡仔，也有至少56个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骂普廷等俄国高层是土匪。І в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знахабніли безкарності від цієї безкарності та почали тероризувати весь світ. 泽伦斯基讲，伊拒绝任何冻结冲突形式的和平提议，并且家己提出10点方案，包括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俄军撤出，也个恢复乌克兰的边界。公司新闻张有平编译。香港国安法实施了后，香港有真侪电影拢袂当放送。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时代革命》的导演就表示，即阵要拍片是介无简单，投资者和演员拢惊受到牵连，唔敢甲伊合作。导演批评这款严格审查是咧迫害香港的电影产业。 47岁香港导演周冠威伫反送中运动爆发的时阵，用镜头翕《时代革命》纪录片。这出纪录片伫坎城影展是大受欢迎，阁得到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而且阁是台湾电影史上卖甲上好的海外纪录片。 但是，伫2020年香港国安法上路了后，港府伫2021年10月是修订电影检查条例，禁止播可能造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电影。周冠威已经准备真久的新电影《一个人的婚礼》，嘛真侪投资者因为政治的考虑惊甲走去，甲规片80%的资金收回来，差不多港票800万。《一个人的婚礼》开始播了后，评价和票房拢无亲像想的较好。真侪观众讲，这支片是真无像周冠威。 因为伊较早翕的电影拢是咧讲社会政治的议题，但其实真侪演员嘛无想要插着政治，拢拒绝演出。就算伊是爱情笑亏片，演员受到压力嘛去要求睇画面。所以香港電影圈除咗電檢條例係一個枷鎖，國安法係鎖緊咗，甚至係將創作嘅自由
拎走咗之外，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呢一啲嘅合約，呢一啲嘅演員合約、歌手合約，通通都係鉗制住佢哋，用經濟去鉗制佢哋唔能夠發聲。根據統計，對2021年10月以來，至少有21出電影和底片，和香港電影報刊辦體檢內容，也是要互因搬。但是電影報刊辦喺聲明內面講，對2021年以來5000出電影分級嘅申請案內面，敢若6出未當搬爾。電影報刊辦嘛拒絕對某咪電影來發表評論。香港政府已經向電影發展基金投資154億嘅港票，但是今年2月。香港文化體育和旅遊局所強調講，電影若違反國安法，政府就會撥款來資助。I'm sure many of the filmmakers are finding very creative ways to deal with these new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ir films are made. 香港電影工作者講，過去電影嘅審查主要是放喺暴力和黃色嘅場景，但最近嘅審查標準是讓人攏看無。喺6月嘅新浪潮國際底片節內面，都有3支影片是選用烏畫面和無聲來取代紅太調嘅部分。公司新聞新6倍編譯。64歲美國歌手麥當娜等咧天以後個月全球巡迴演唱會練習。而被刷團講，伊細菌感染真嚴重，等咧紐約大家和病房治療。伊嘅經紀人透過聲明表示，原本排演唱會行程攏愛先打檔。不過今仔日閣有消息傳講，麥當娜已經出院，而且伊感覺好真濟啊。80s, 90s, 2000s, 4 decades of music avec moi, MLVC. Welcome to the party, bitches. 美國樂團流行天后麥當娜原本要紀念熱門單曲《Holiday》發行40週年，啊，9月15日加拿大溫哥華展開84天嘅全球巡迴演唱會，全片影片攏照4個地放送。想袂到麥當娜嘅經紀人第2日宣布，麥當娜最近因為嚴重嘅細菌感染，愛佇家病房治療幾若工。雖然伊嘅病情已經有淡薄仔起色，不過同款愛繼續好好療養。原本排好勢日程，目前攏需要先發動，等候新的日程安排好勢了，才可發布通知。64歲麥當娜，Forbes 雜誌美國拍片期間富寶排行榜排名第45，估計伊嘅財產價值5億8千萬美金，伊佇巡迴演唱就賺12億美金。今年這場慶祝之旅，佇北美加歐洲數十個城市舉行嘅全球巡迴，主題是向麥當娜40幾年嘅表演生涯致敬。一首一首展現伊一世人所有熱門歌曲。麥當娜當片斷院嘅消息，上早是名流八卦雜誌 Page 6獨家新聞，講伊失去知覺，帶入去家後病房，佫插講，厝內人攏有上歹嘅心理準備。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今仔日國際有啥物大代誌？帶觀眾朋友做回來看世界。中國辦座談會邀請國際媒體佮有大使館的官員參加，要討論西藏問題。有記者問講，未來敢有可能開放媒體自由去採訪？中國研究員表示，伊支持開放。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學招生保障非洲裔學生的名額，這款行為是違反憲法。大法官認為，招生應該注重個人的經歷，唔是看種族。安娜拜登對裁定是真失望。有真濟飲料像零糖內底會加甜味劑阿斯巴甜，不過外國媒體報道講，世界衛生組織7月會要將這款甜味劑列入致癌的物質。來看美國賣予台灣的軍事武器進度有拖著，美國聯邦眾議院國委會主席宣布要成立一個好小組，邀請美國國務院甲國防部專家來監督對外軍售。看安怎做簡化流程，趕緊將武器交予台灣。有學者分析講，台灣應該愛甲美國說明台海狀況，增加應對的能力。台海情勢緊張，國防部向美國各位武器說明令交回英國。美國進前啟用總統撥款權，先交付一批刺針飛彈到台灣。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考爾最近宣布成立老虎小組，監督對外軍事委員會領導階層，愛加速對台灣等盟友武器交付，保障安全。就已經採購的裝備解決交貨的問題以外呢，也針對台灣防衛需求，到底需要什麼樣的裝備，在什麼樣的時間提供，
以及提供的方式等等。美国国防部今年完后成立老虎小组，检讨武器交付延误，确保提供台湾需要的军事能力。学者表示，美国为俄乌战争学到教训，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就会当阻止战争。针对中共伫无明确所在制造冲突，台美保持沟通、传达威胁情况真重要。这些威胁的状况，除了实际作战的情况之外，可能还包括近期中共对我们的这些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包括这个空中的威胁跟海上的威胁等等哦。那这些情况可能要让美方了解，那我们可能这个面临的情况是什么？那我们真正实际需要的这个是什么？另外，台美完成签署各位价值45亿4054万的火山陆上机动暴力系统，预定2029年年底前完成交运。国防部表示，那是中共有反台登陆意图的时阵，会当伫可能登陆的所在快速暴雷。不过，火山暴雷系统捌互人质疑，互台湾变作地雷岛。如果当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用传统的方式来布雷的话，相对来说它会耗损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反而如果我们有了这一个火山这个系统，这一个机动的一个布雷车辆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用比较少的人力去达到快速布雷的一个效果？学者认为，火山暴雷系统对于国土防卫有必要性，会当减少人力缩短暴雷过程，争取更加侪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夏季旅展7月中起稿，主办单位本地要邀请中国9个省的官员来台湾参加，不过咱的政府是无核准，干那开放中国的旅游业者。陆委会表示，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官员敢有来台湾参加展览的必要。台北夏季旅展7月要登场，主办方原先预定邀请中国9省的官员来台参与，不过陆委会移民署甲观光局3个单位联审了后决议，只放行中国旅游业者有官方身份的人无被核准。陆委会表示，主要考量中国官员来台参加旅展的必要性甲急迫性有异议。那么陆方的官员他们来参加旅展，他们所具备的这个必要性、急迫性跟不可替代性是存有疑义，不充分，所以不予许可。对于中国官员未当来台参展，各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离被回应，唔知陆委会的考虑是啥物，唔忙早地解读台湾附中团队旅游的禁函。不过陆委会阁表示，目前中国只希望台湾观光客过去，宣布开放陆客来台，两岸旅游交流爱对等相向。有旅游业者认为，观光无国界，不过两岸要恢复旅游交流，首先爱缓和紧张的气氛。两岸的紧张状态要缓和下来，市场就会起来。不要只注重入境人数的这个多少，要看到它的带来的观光效益是多少。陆委会也表示，最近有台湾人到中国，不管是旅行还是进行学术、经济、文化等交流，发生伫出入境的时，和中国警官长时间搬查甚至留置。所以也提醒咱国民众，若要去中国，要注意相关风险，也向中国发声。那继续对咱国人士无优先对待的设施采取必要作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市南岛大道，昨发生一件吉普车失控弄到安全岛甲青红灯的意外。查甫驾驶是吊伫车内底，未喘气、无心跳。消防队员是赶到现场，把人救出来，送便医急救。夹在这个驾驶座，然后刚才从这边把它拉出来。目前内部伤是他脚部这边有外伤，然后 O 卡 ，OK， 好，他是头没有明显外伤。车祸的地点是一搭90度转弯的路段。昨下晡，那像是因为落雨，吉普车出气弄甲密密麻麻，驾驶人昏去，经过民众是赶紧报案。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把人救出来 ，CPR 送便医急救，不过状况是介无乐观。来看台湾菜馆举办经销商的遴选测验，不过市长则表示，市场的人员虽然有甲一寡题目念出来，不过煞要求因爱家己看，认为防技师。立委要求相关机关经改善。那台菜公司的总经理贾志宏嘛，针对这部分出面回释的。来，你看这张财政就几号？我说我看不到呢，我到底要给。讲到参加台湾菜馆经销商遴选测验的时，拄到无合理情况，市场的陈情前感觉防技师因为测验的时，市场人员虽然有将部分的题目读出来，所以按因家己看做到非常不合理。怎么可能会对呢？我跟他讲，他说我们规定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很无奈。是咱政府无好啊来想讲要安怎来帮助这市场，佮再次互这市场拄着物料。这阵市长朋友向立委陈情，立委认为，这个情况就像带头其时弱势族群，要求台菜等的相关机关重新检视问题严重性。我们会尽快邀请那个委员会，你们有提出所谓补卡瓦或补测啊这些，我们都会把这个建议在那委员会里面提出。在对外说明的时候不够那么精准到位，所以这个也跟诸位跟说明一下。对于市长朋友不满，台菜公司几下办会时咧，强调会进行改进。卫福部谢家属强调，市长朋友应期会当有真侪辅助甲配套措施，建议台菜邀请新兴中介者对会，精进应期的细节。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内政部统计，去年全台湾红牙的出生率干那5.96%，是47年来上低纪录。不过，糖园的生囝率是6度上济，伫中立有上济囡仔出世。糖园民政局认为讲，应该是鼓励生囝的措施产生效果。嘛有人认为讲，是因为糖园的厝价无悬，佮有机场捷运甲高铁，交通方便，才袂少少年翁仔某来遮徛起。大楼一栋一栋起，糖园人口一直成长，也是上会生的县市。根据内政部人口统计，去年全国新生児出生率5.96%，创47年新低纪录。不过糖园今年5月年出生率达到8.03%，是6度之首。其中，佫以中立区民众上会生。今年1到5月，新生児7317人，以中立区1425人摕第一。桃园区1374人第二。桃园市的涉及人口数在今年的5月7号达到了230万，那人口数一直呈现正成长，那出生率呢也是6都中最高的。民政局表示，最近几年提出真侪项促进人口政策，予少年人加结婚、加生养，像提悬生育补助，每胎3万增加到每家1胎加1万，税数补贴、公社、幼儿园加托婴中心。房仲业者也分析比较台北房价，平均计数来到7字头，新北也爱35万，桃园房价都较亲民。在桃园还可以找到3字头甚至2字头的中古屋哦，对于小资族来说，真的是大台北生活圈当中的房价亲民区。另外，房仲业者观察，去年中立区人口大约42.4万人，桃园区46.2万人。两大行政区中，中立区人口数比桃园区少，也毋过出生人口数较侪。主要是中立青埔地区、过岭中华区往返台北交通方便，吸引不少少年人翁仔某来住，所以新生児人口也较侪。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为6当前引进 U-Bike 了后，考虑园区内底车路是连面爬行、连面落行。最近佮引进电动版的 U-Bike。数量有250台，佮增加26站，主要拢设伫咧人较济所在。用脚轻轻一打 ，U-Bike 2.01电动辅助车连面就动起来，一点嘛嘛免伤出力。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表示，过去伫园区内主要是靠巡回巴士，即马有电动脚踏车了后，会当提供民众更加多元的交通工具。场与场之间就可以骑着 U-Bike 去，然后也不怕说在园区里面停车也不方便嘛。那我觉得骑 U-Bike 短距离的真的很方便。因为竹科园区坡度有一些起起伏伏，所以我们引进电辅车。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接驳的方式那来疏解竹科的交通。过去伫 U-Bike 1.0时代，脚踏车车辆一天平均使用率差不多伫0.5左右。自从引进电动脚踏车了后，数据明显提高2倍。在之前1.0的时候，大概在0.5、0.6转。那最近导入2.0跟2.01之后，有很明显的提升了，大概2倍多所以现在大概在1.5转左右。那相信2.01现在投入更多，而且站点密数更多之后呢，预估它的周转率会再更提高。这摆 U-Bike 2.01在科学园区拢总新增加26个站，主要设置在学校、园区大门、停车场等等重要的交通地点，提供民众上下班办公用途，也希望来疏解园区交通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来看台东地上的观光景点金星武树是一丛加冬树，捌互车辆和风台吞打。10冬前，请日本的树仔医生甲国内树医团队来甲照顾。即马毋但发现甲真旺，是阁是地上上乘景点。而到日本的树仔医生阁来复诊，替金星武树做健康检查。日本树仔医生和国内的树医团队，到第6摆到地上的碧冷大道10冬前号名的这丛金星武树来做健康检查。这是一丛超过半世纪的高冬树，因为风照顾甲真好，叶仔嘛发甲真济，佮引来鸟仔伫遮做树。树仔医生用土网的度计来检测菌的生长，佮拔起哩，甲过去为着保護樹仔的酵素解落開，再佮定保回去繼續保護。樹仔醫生嘛替這丛樹仔拍分數。100点満点でいきますと，85点かな。我们为什么还是这一次会更换这个钢索？很重要的原因是，要经过一次台风的洗礼，看看它自己可以支撑到什么样的程度。地上的金星武树，这10年来是经过互车辆、互风台吹甲倒去、破病才会状况，拢是国内有名的航空公司请日本的树仔医生来治疗。即马这丛树仔才会当一直请游客特别排队来翕相。估计一年有5亿的观光产值，乡公所希望未来树仔生甲更较好，互观光更较旺。只要来台东，我必定来访。最棒是风景也很好，那这棵树也真的保持得很好。希望是延续这样的奉茶树的观光荣景，可以串联到其他自然乡的各角落去。航空公司讲，因有宣传合约的期限，即马这丛树仔爱对金星武树改名做皇帝树，但因为这丛树仔伤有名，边仔的田常常有游客留粪扫，阁有游客下无细字，甲四轮车塞去边仔的田内面，活动面是真困扰，呼吁游客爱树仔嘛爱护边仔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各个时代出门活动展现活力。华山基金会替嘉义县的时代以顶头菜价主题举办活动，200多位加起来超过1万块时代，毋但会当感受到庙口闹热的气氛，嘛展现因的创意甲活力。时代摕着家己做的洋线，后壁阁有剧班准备要来入场。嘉义县的体育馆内底，29即天200多位高大骑时代做伙伫遮参加创意的顶头比赛。我就爱跳舞啊，是用的我做好成。因为我伫遮吼，毋捌出门吼，食出来，感觉足好安尼就对，安尼，阁足老个咧安尼。来自嘉义县市19乡镇市的时代，用创意的方式来做顶头。主办单位讲，庙口内底是真侪时代较早拢有的共同基地，用这个主题，毋但鼓励时代出门，嘛，互因会当阁感受庙口闹热的气氛。大家啊，真闹热就对啦。大部分服务的长辈其实都是有信奉妈祖这样的一个信仰在，那所以我们就是结合这样的在地的一个传统，然后结合在地的信仰，然后去办这样活动。除了顶头的比赛，现场阁有2人加头毛的单位，拢是免费替时代来服务。有参加的时代讲，现场有足侪物件通耍，生家真欢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人讲一府二鹿三艋舺，彰化鹿港伫台湾历史是有真重要的地位。鹿港嘛保留真侪珍贵的建筑甲文化。即阵到在地团体推出台语的导览活动，要带民众行入巷仔内底，听在地发展故事。暗地啊，吼，较厉害，靠地啊，落地啊，靠地啊，暗地啊，对无？阮鹿港人讲通鬼啊。鹿港有侪侪老厝，伫古早大部分拢是咧做木艺的，亲像即座柜台，就是做生理用的，嘛就是鹿港人讲的通柜啊。行出即栋有200年历史的老厝，一路上的建筑拢有故事。这是鹿港在地团体推出的暗时导览活动，带民众行伫巷仔内，听在地的发展过程。一路上就是会看到一寡要要修理的厝啊，还是讲修理即马咧修理。讲修理了，即马鹿港的故事，所以阮就希望讲，暗时拄好日头落山，所以较袂遐热。我家己即马嘛咧练习用台语来做，甲大家带来熟悉鹿港安尼。为当年船头行的仓库，嘛就是较早旧里咧搬回的后车路出发，一路行到台湾第一个平定古迹保存区的鹿港老街。最后来到台湾唯一一间由乾隆帝下令用官引起的妈祖庙。
即摆的台语导览体验，嘛互参加的民众感觉真新鲜。真特别，因为我无定定咧讲台语，但是导览讲到袂歹。用台语讲 OK 啊，就是互少年仔加学讲学听啦，嘿啊，无即摆大家无啥会晓讲啊。就唔来遮甲看花卖食物件尔，佫会使去了解这个历史袂歹。主办单位表示，伫鹿港一般百姓的旧厝都有4000外间，有10%的空厝率。若无人关心，这旧厝行远久来，可能就慢慢啊消失去。因毋望透过导览活动，互更较侪人做伙来关心旧厝的历史，互在地的故事会当继续写落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东港，伫台湾佮合作乌昂村的故乡。这10多年来，有真侪少年人登去到东港，用家己的专业佮在地产业结合文化，伫东港定居。公司大巨大青春咱的梦，这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群少年人安怎发展产业，进行观光。乌昂村的季节要结束啊，花轿市仔的人客是客家满。这是台湾乌昂村大出的所在，嘛红叫做乌昂村的故乡。自古以来，东港就是屏东就北落南的过站，人客好了食咧，就袂阁留伫遮。要安怎甲遮的观光客留落来？当地青年伫几当前成立大平湾观光产业联盟，各行各业合作，带动地方的发展。在东港一直互人，伊只是一个过站，乌昂村甲遮海上盖市，咱食咱会当离开啊。要改掉这个观念，有一点仔难。阮就是透过这个联盟，即马慢慢啊来向遮的游客灌输这个观念，你会当家己东港留咧。那我们希望有一天，讲到王爷绕境、迎往文化，你就会想到屏东。为什么要为外地倒来遮拍拼？主要也是要推广咱地方的物件。我感觉我毋是咧卖鱼仔，我是咧教人食鱼仔。外客找无路，入来借问者免烦恼。公部门和当地业者合作，设立借问站，将在地元素融合产品和布景的设计，互国内外观光客伫咧东港拢会当安心旅游。我若有一个人客来到东港，会当用上省的时间，算到阮在地故事啊，食到好食的物件。配合佚佗的景点，建构遮大的网络。在地青年讲渔人的故事，深入探索文化底底。伫咧东港的少年人，毋但是卖物产、卖海产，应用家己的专长，卖故乡的特色，卖屏东的好。记者吴定宇、林建如，屏东报道。中华职棒统一赛昨暝伫新庄棒球场对着富邦悍将，统一赛落尾是7-3拍赢，摕到今年顶半季的冠军。这是统一赛第16座季冠军，嘛确定有资格去拍季后赛。这球出手，3垒方向拦截之后，稳稳的传1垒。历了最后一个出局数，统一赛球迷伫咧岛边外境等出金马式的彩带，庆祝摕到2023年中华职棒顶半季冠军。2号伫咧新庄球场对富邦，统一只要赢就让家己红红。第3局顶半局第3棒所底嘅先来一记home run，打左外野方向的飞球非常深远，一去不回头。所底嘅这季第9记home run是拍破阿两嘅阳春炮，互赛队先提分。第4局顶半统一赛各有攻势，3记安打加对方手臂失误，各摕2分。这一球被带起来，在中间方向出现了平飞安打。虽然富邦下半局也靠安打摕到1分，拍破阿两。也毋过统一伫咧第9局顶半局，佫摕到3分保险分。比赛结束7-3赢，摕到今年球季顶半季的冠军。春训的时候我不在，他们努力的为赛季准备。虽然我们开季不是很顺，但不断的告诉选手，有一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不要放弃。这场比赛统一先发杨投胜骑士，到8局只个拿61分，摕到这季第8胜。也被选做单场 MVP， 赛队的杨投战力正稳定，顶半季贡献21胜，摕到240局，拢是5队内面上好的。团队的守备胜过只个拿41遍，排伫咧第2少，靠着优异的投甲攻击的战力，统一也摕到第4、第16座季冠军，是史上第2座，这摆也称摕到今年中职季后赛门票。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澳洲的黄金海岸，最近有一只大石海徛，和鱼网仔填掉咧。保育团体开真侪气力挂断鱼网仔，和海徛收登去大海。另外，伫美国有一只用来做实验的黑猩猩，被关伫实验室28天，即阵甲伊送去保护区。看到那天带着草包，黑猩猩欢喜的表情是看现现。非洲海面水开的座头鲸，哪像在艰苦海产，因为伊有防沙网垫身，袂顶袂动。动物团体发现了，坐两只小艇举断到这家尸，哪交鱼网，哪甲鱼网加断偷开，顺利偷开鱼室的鱼网了后，抢救任务圆满达成。也过动保人员忧心，海洋虽然得救，也过经过这场劫难了后，恐惊无死嘛半条命。这个事件发生在澳洲昆士兰的黄金海岸，目前是海洋500千岁的高峰期。这只10米长的座头鲸无顺利中到防沙网的陷阱，这种现象不是头一届。保育团体呼吁，在海洋潜水区爱把防沙网摕掉。来看美国非洲，这只叫做芳草的黑猩猩，按窗仔跳来，甲朋友攀揽的，欢喜甲目睭金金直直上天顶。这是28天来头一摆看到日头，快乐的心情拢浮伫伊的面容。And seeing the emotion in her face was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struck us as the look of awe and wonder at having freedom. 保育组织讲，芳草互送来非洲这间黑猩猩保护区进前，从来毋捌体验过双脚踏伫草皮顶头的经验，因为以早拢互关伫实验室内底做医学研究，后来互送去加州的庇护中心，活动空间游玩受限制。这个月，伊含18只同类踮3英亩的新厝生活，互伊有归属感。She was just welcomed so warmly, and after all she's been through, with never being able to walk more than 10 paces in any direction. 动保人员讲，得到自由的芳草，从来毋捌遮尔欢喜过。对伊来讲，干那晒日头就是一种幸福。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4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27度到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